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我是真久以前来过咱教会一摆，总是因为我对玉山新学院了后去东华大学开设迄个民族学院，所以我就伫大学也相当长的时间。退休，我有准备要去美和屏东的美和科技大学，当时校长因拢准备好，互我转去屏东。总是玉山新学院的院长，这个我历史院长，伊就甲我讲，打电话来，老师。你当派你的册包倒转来，你老母会身躯无？阮玉山新学院，阮看做是阮的老母，阮伫遐受训练、受栽培，了后到逐所在，特别伫原住民下遮的所在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玉山新学院变做。阮大家人的这个老母的这款的思考，所以我今仔日代表妈妈来甲咱说多谢。那玉山新学院久长以来，咱相连教会，那亲像阮的老母共款，阮有啥物款的困难，大先就先来看相连。教会的困难偌济，做阮的真大的碗课。古当就是安尼。咱学校伫即个0403的迄个地单吼，4月初3迄个地单的时阵，迄实在是真严重。迄个地单有3摆真大，来做迄连续来。所以迄个时阵，阮只有三甲伫即个图书馆头前遐个所在，大家做伙来祈祷，互学校伫即个中间无拄着学担当的事。所以伫迄个中间，阮真正拄着咱做教会的关心电话联络，一直到。这个地单过了后，来看学校伫倒位有受伤害。那伫这个看的过程的中间，就学校真侪旧的，而且个建筑有一寡损害，然后有看见这个路变做陷落去，这款的处境拢会当看到。总是学校无拄着学担当的事，咱来感谢所有的教会，伫第一时间打电话来学校，学校有安怎无？阮的校友嘛，大家拢安尼准备，讲咱来学校倒转学校来做奉事周。阮过去都拢安尼3日，也是1礼拜，拢做工，老师、学生拢做伙做工。这个过程的中间，会感受这个咱的教会、地方的教会兄弟姊妹，拢真温暖的这款的请安，到落尾的奉献，互学校得到真大的鼓励。咱的学校明年都80岁啊，那所以阮伫这个今年有做的这款的。计划阮真欢喜咱检测咱教会有得到这个学校，而且个做这个做请安，也是介绍玉山新学院，这个是台积电做的这个做学校介绍学校，阮也真感谢伫这个台积电对咱学校的新的计划嘛有这个。困难来协助
要安怎发展玉山新南医的未来。伫今仔日，我伫这款充满感恩的这个过程的中间，咱会看见咱的学校有关伫迄个所在徛在，伫这个山坡地的顶悬，有关真侪樱花，即嘛拢必做华联上水的这款的所在，咱会当来看。啊，咱迄个大楼，大家拢讲大楼要有伫咧无？伫但迄个时阵吼。有煞位去迄个即个鲤鱼潭的中啊无，嘛有人安尼伫问啦吼，啊总是伊要徛在伫迄个所在。咱会当看见学校的即个过去，然后即个过去到今仔日伫尾啊，我会讲在中间，我会分享现在咱学校伫做啥。今仔日我真欢喜。用这个上帝旨意，上美善的这个题目来分享马太14章22节到21节的这段圣经节。其实马太用14章甲15章做伙来组合起来，成做一段真要紧的历史的这款有关的信息，通过这个历史事件来宣告上帝国伫地面上，那亲像伫天里的这款的实践。头一项伫这个所在，用摩西出埃及讲述以色列百姓怎样伫旷野来体验到迄款的上帝来甲因相甲行伫遮尔坎坷的路的顶悬，为着因比别人食啉食的，佫上要紧就是互这个迦南地这个土地为着因来比办，最因未来的发展。第二个历史事件伫这个所在，就是伫这个旧约甲新约这个中间上黑暗的这个时阵，出现咱知影就加水的约翰，加水的约翰伫批判真多的人是要军队迄个上帝的羊羔。这个第二个这个事件伫中间不幸希律将这个加水的约翰的头都抓安尼甲杀死，了后伊的学生将伊的头身躯搬去埋葬。耶稣听到这个事，这个比做上帝的羊羔，这个事件甲加水的约翰的历史来结合。这个比做要带出新耶路撒冷的事件的这个典范来做历史上的这款的接落，互咱看见上帝国、上帝做工这项代志，拢继续伫无共的时代中间。第三个，伫这个所在，伫甲咱讲主耶稣实践上帝国伫地面上会来亲像伫天里的这项事，互咱看见耶路撒冷遮的耶稣的故乡的遮的人，无法度谅解这项代志。咱会当看见甚至拒绝因，总是耶稣要通过这的事实，要甲咱讲这个真奇妙的事。所以伫遮我真意爱用这个3点来甲大家兄弟姊妹来分享。头一项，这个关键的时间概念，上帝做工的时间是无切断，咱会当看见迄个时间怎样来衔接，来完成上帝国伫
伫地面上，亲像伫天里的这个树的顶悬，希律伫家己的这个喜乐的时间，从以色列非常要紧的假说的约翰甲提示，这个互咱看见的约翰的时间到，伊所准备的这个人也已经真多。迄个时阵，伊失了这个性命，就是互伊甲耶稣接迄个时间，所以也对耶稣的这个人开始初的时阵，拢是假说的约翰所准备的这个人。咱会当看见第14章的13节的所在，约翰的门徒来将耶稣将这个叫做假说的约翰的身躯来带去，甲埋葬起来。这个代志了后，应甲耶稣讲，耶稣听去了后，咱爱注意这个听是伫这段圣经节有几摆出来，都非常深的意义。耶稣就照准来离开遐个所在，要去山顶，要去山顶，甲上帝伫迄个所在真正做伙，来甲上帝来祈祷，总是无打算，遮个百姓听见了后，发生到什么款的事件？咱会当看见，这个马太将这个事件放做伙的时阵，有一个最要紧的，就是上帝国开始震动，伫人的世间的中间，上帝国开始来实现。伫这个时间点，是上帝做工的时间。伫上帝神圣的时间内面，无迄个偶然的生命的过程。伫上帝的神圣的时间内，无偶然的过程。每一个生命的过程，咱会当看见耶稣怎样伫这段圣经节来甲咱真清楚来说明。第14章的13节，安尼讲，耶稣听见这个消息了后，伊就想要家己做伙，独一个伫遐。总是伫这个所在，咱会当看见偌济人对伊来上山。伫这个所在，甲咱讲，遮个百姓拢对无共的遮个啥钱来对耶稣。无共的这款的处境、身躯需要，这个无共，总是因这个百姓来对耶稣到这个山坡地，也是旷野的所在，这互咱有这个心内去想，为什么耶稣爱安尼做？咱看见这一个真要紧的一项假是，这证人是所有这个加利利的人，甚至也有犹太地的人，拢是以色列百姓，因对家己的城市出来，军队主耶稣到这个山顶、山坡地，这个事对我来讲非常要紧的。咱军队主耶稣这个事件，咱也用咱台湾的宣教的历史来看的时阵，咱已经做真好的见证。咱原住民的教会是因为咱本地起头者的同工有这款的意识，人捌山坡地、山坡这个山顶悬。拢有遮的百姓需要福音的这款的人捌，所以咱会当伫今仔日咱的教会会当看见
这个宣告的这个意向，伫这个所在，咱会当看见这个真要紧，主要说伫关键的时间，开出一条新格活的路。伊的心向上帝，就是伊家己才会向传，才会储备，才会人，嘛有这款的心理准备，因为怎样面对过来的这个时间。耶稣伫这个过程的中间，咱会当看见这个14章的14节，耶稣上岸了后，无拍算，已经有这么多人伫迄个所在，所以看见这么多人的时阵，耶稣无行家己的路，伊的心煞停落来看因。圣经讲，看因了后，用伊的慈悲的心来怜悯因，医好因的病痛。主耶稣面向这的百姓，主耶稣伫迄个上帝为着人批判的山坡地顶悬来显出真奇妙的意义伫这个内底。咱若看这个规个圣经节的时阵，假说咧含会死这个事件，就是要实践这个上帝国，伊这个真要紧的这款的迄个旋转门哈，我唔知影要安怎讲好多话啦，迄个总是伫这个所在，耶稣带来迄个锁匙来开这条门。这条路，和这条路会当看见，假说咧约翰最后所要成就的，就是完全将历史新的历史交予主耶稣，交予这个上帝用过这个来显出，假说咧约翰，我是批判伊的。我是批判的，我唔是迄个弥赛亚哦，我是批判的，我只不过是准备弥赛亚来的事。我对这个事，得到真要紧的这款的自我认识。我是批判的，我是要等候迄个上帝用过来到这个。中间来到咱的中间的这个假使，这是假说的约翰留予咱的批判好家己。伫什么时阵要正做上帝特殊的需要的时阵，咱拢准备好。第二点，我特别对这段圣经节有迄个特殊空间甲环境，山坡地。这个是好顶水的所在，对迄个所在来讲，才会证人，才做一个真特殊的体验伫迄个所在。咱知影地也是空间环境，拢是上帝所批判，为着所有的生命所批判的或者永久的母体。我亲爱用迄字啦，母体哈，伫这个永久母体这个概念来思考这个上帝为实践救恩的这个应允，上帝的百姓具体这个集体生活顶悬，咱拢会当看见伫这个所在，怎样来显现出来？以色列民族。伫旷野，伫这个旷野的过程中间，体验到上帝伫遐。咱会当体验到耶稣带这个人到这个山坡的时阵，要显出什么款的奇迹？
这个就是咱要伫这个所在看见主耶稣一生的中间，怎样来伫这个实际的生活的顶面参与人的成长。这段圣经，咱看耶稣就按了后，看见这的证人，伊就震动伊心内深的所在，耶稣来听因。咱爱注意这个，主耶稣第一，咱每一个人，耶稣我倒转来看咱。这个所在，互咱看见记者伫这个中间，伫沙坡地，伫15章的所在，伊讲特别阿妈他食的物件要安怎来用？耶稣伫这个所在对学生的建议，伊无反对，相方便呢，这个都爱互因去这个城市来买食的。总是咱爱注意这项代志。耶稣来记伊的学生，对因讲：天阿妈，这样偏僻的所在，咱要怎样提供互这样一人来食物？耶稣的回答，无讲恁太安尼建议咧。耶稣无嫌因的建议。耶稣的应答，唔通叫因来耍，请恁提物件互因食。这个意思是啥物？主耶稣邀请这些学生，邀请恁来参与上帝国的基业。耶稣无看因这些学生因信心无够。对耶稣认捌也无够，总是主耶稣伫这个时阵直接来要请因，恁互因请，互恁食好唔好？迄个食伫这个所在，变做非常要紧的，互咱看见伫遮有这款的旷野是偏僻的所在，伫这个所在天要暗嘛，这款的处境。门徒也无报啊，门徒也无报，那要安怎来做？耶稣讲，莫叫因刷去，我要邀请恁所有的人来体验到上帝伫遮，上帝伫遮，伫咱所有的角落，咱伫这个所在，上帝伫遮。上帝要行，伊怎样带以色列百姓到迦南地？伊迄个过程，因经验就啥物？上帝伫迄个中间，上帝伫你即马所坐的椅啊，这个顶悬，伫这个所在，伫咱要经验到主耶稣怎样来行这个奇妙的事。主耶稣并无否定这个门徒，我拄则伫讲门徒所担心的，主耶稣足清楚知影。其实这个时间、这个时阵是非常要紧，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这款的自我如何来定位伫上帝的面前，伫这个所在提起。主耶稣的意思，恁免烦恼食，迄个意思，总是耶稣邀请这的门徒，恁来甲我做伙做工好唔好？所以伫这个所在，你伫嫌无当食的时阵，你来参与我的上帝国的作为，迄个记者是因为咱来呼应耶稣的邀请。来看见体验到，亲像以色列百姓伫旷野所体验的，有吗哪，有这个鹌鹑咱会看见因得到这个迦南地，这个得到土地这项事，必做是
上帝临在的所在。这个是互咱看见伫这个这个或者原住民咱原住民的这个宣教经验的中间，这是咱长老教会伫台湾所做的真水的这个见证。咱会当看见怎样伫这个规个山坡、山顶，伫山骹这款的所在，拢有教会有礼拜堂。咱会当看见教会伫咱的台湾母亲的这个土地顶悬，怎样定根教会定根伫这的逐所在，这是真奇妙的事。咱会当看见上帝伫这个山内，咱上帝伫这的山坡，上帝伫这个溪边，这的咱拢看见上帝的记载。这个是舞台教会，咱看这个舞台教会，这个是伫屏东的足悬的山的顶悬，这是用家己的茶、家己的这的石头来建礼拜堂。上帝互咱的土地，遐有在付出世界的资料，遐就变做原住民来起礼拜堂的所在。咱看见真水的这款的礼拜堂。另外隔壁迄个是山地门教会，这间教会将石板屋迄个石盘的款的石板屋做工台，和这的文化，正做伫教会内面来变做出口，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即咱会当看见这款的所在，咱会当看见这个另外一间教会，这个是。伫山地门国旗的顶悬，迄个足溪，迄个叫做安怎讲？迄个足斜坡咱足烦的足溪足溪的所在咱足烦恼迄间教会会变无去安尼。台风的时阵会无去，迄个长老甲我讲，牧师，阮选择这，阮已经观察这的足久，这是石盘顶悬。所以，阮伫遮来起礼拜堂。阮伫遮，阮做遮的咱的福音甲文化的事工，因为隔壁拢从遐的部落的故事来甲刻伫迄个顶悬。咱看见这个阿弥族跳舞的这项事，这里是天主教堂的广场啦伫迄个所在伫庆祝因的这个。真特殊的这个仪式的时阵，跳舞欢喜快乐伫这个顶悬。我这个叫做进入城尾进前，我遮有一个乐器，这个乐器是叫做笛笛。这是笛仔伫一个台风了后，我经过一个。路结果这是笛仔站倒到这个路中所以车拢已经迄个笛仔。总是我对笛仔不遮敏感的，所以我就停落来看迄个尾也有啥物我会当安尼甲摕倒转去无所以我就停落来来找也有这个物件无。这个笛仔就这个这么长，这一节我就推转去安尼甲装空我也唔知影要安怎装空总是我就感动甲安尼装咧了我甲分的时阵就不遮好听的声音，拢是已经练起，我的鼻已经特别塞住
耶稣我倒等看到这呢人，这呢侪人的时阵，耶稣都怜悯每一个生命。所以最后我要用这款的得到丰盛稳定的画面，这句话来甲咱大家来分享。这段圣经早咱来看的时阵，大会只有五个饼，2尾鱼，这个是囡仔的便当，便当吼。这样呢，这人只有一个人带便当来，要安怎食？要安怎分给大家人？所以咱看见已经看见迄个人，咱人的无够额，咱每一个生命的无够额的这个部分，总是主耶稣讲，交予我，来恁上来我食。迄个奇迹的发生就是伫遐。这个门徒从囡仔的便当带来到耶稣的头前，然后咱看见主耶稣怎样，伊所做的就是向上帝将这个便当、囡仔的便当献给上帝，然后对这的祝福就是带予饼、带予学生，然后学生带予这会众，这个过程就是今仔日上帝也祝福咱的生命。咱正做来，咱来从咱的便当无够额，总是互耶稣基督祝福这个生命，就意义就无相啊。咱会通看见伫这个所在，主耶稣来将上帝国伫咱的中间。上帝国的旨意对咱每一个人，也是咱今仔日坐伫这个所在，所以大家拢食，拢得到这丰盛祝福的这款的食物。主耶稣来带这的众人来经过，那真就新的这的出埃及的历史。咱今仔日，伫今仔日咱的这个世代。也是同款，咱伫经验着耶稣邀请咱每一个人参与上帝国的基业。迄个事件，迄是在伫咱每一个人怎样将咱家己的生命交予主耶稣。主耶稣对伊的学生拢无嫌因，对这一众人拢无嫌每一个人。只有怜悯的心，只有要请这的学生来你参与上帝国的事工。这兄弟姊妹，你软弱，你无能力，总是你的生命，请你来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个记者要伫这个所在发生，所以发生，才会甲咱讲5000个人交办。总是国家大的事件，是今仔日，咱在座的所有兄弟姊妹，咱要怎样来对耶稣的这款的对天祈祷，了后感谢上帝这陪饼分给别人，这款的新出埃及的经验，咱都爱伫这个所在来显现出来。这是上帝国开始的这个真大的这个意义，所以伫主耶稣内面，上帝对每一个人所备办的是无限的空间，来展现着活命的福分。咱都要学习着做耶稣用怜悯的心来待人，来对待人，学习着耶稣对门徒。这个服侍的努力，恁唔通感觉讲无力、无食物、无伫上帝国的内面，咱来参与上帝国的基业。伫咱的生命的中间，互迄个
咱可能含迄个便当吼，做咱家己的性命来看的时阵，咱怎样献出教福这款的行动非常要紧。亲像教福这个便当和主耶稣了后，真做教会最人的祝福，这是伫这个所在要互咱看见这个奇妙。最后伫这个所在，玉山神啊院是伫这个湖边，咱会通看见玉山神啊院的水，总是咱学校最近有新的这个看见。咱要知有用原住民的正的快乐，正做咱会当向世界来做见证的这款的背景，这款的努力。所以咱学校，咱会当看见伫这个所在，这个或者玉山神啊院将信徒神学系放伫带到部落。有27间的这个地区的学校，有300几个学生伫受这的课程。另外一项教会长老、中级拢有这个学术班，互因大家拢爱来上课、来受训练。搁一项真要紧的，亲爱兄弟姊妹，退休的人一定足侪伫遮退休的人。咱学校有一个新艺术课，就是或者伫遮变做这个或者原住民新城乡原住民城乡耆老养成学院这个概念，要互所有退休的这同工，也是中级拢受课程，咱训练真做迄个。信仰，真做见证，真做文化，真做语言的出口。他要变做新的快乐，要徛记伫这个部落的所在。这个台积电听到阮这个意向了后，伊就讲好，恁好好计划，咱来做伙完成恁的意向。亲爱兄弟姊妹，咱学校。伫这款的挑战的中间，高正明牧师早有伫起头就已经有这款的这个或者祈祷，伊就讲：我求主，互我真水的花，总是伊互我一个仙人掌，仙人掌安怎讲啊？好落诶，仙人掌。我求主，互我。规支这个真水的这个蝴蝶蝴蝶啦上帝互我啥物？画足可怕的这个毛虫，伊讲我着惊，我失望，我哀叹，总是经过这个时间，我看见迄个仙人掌。已经开出真水的花，我相信兄弟姊妹，恁兜可能有无共的仙人掌伊开花真水对无？迄个蝴蝶，遐个毛虫变做啥？变做蝴蝶，伫迄个顶悬，安尼伫飞的时阵，伊只有一项，上帝会指伊上美善，咱的生命的中间。咱爱注意迄个点的这款的一点的祝福，互咱来带到上帝的面前。伫上帝的时间，无迄个偶然的生是活命的过程。咱来听，感谢圣歌队要唱这首歌我来甲因圣歌队来唱这首歌。
咱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感谢你，互阮有这款的经验。阮所求的，甲你所修事的，有当时无同。你所修事阮的，是超越阮所求的。求主将这款以爱将心交予上帝的人，就是伫阮现在的中间，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心内所想的，正做上帝你奇妙的器具，互上帝国就是伫这间教会的实践，正做美好的见证。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